在台南安平宜平路上有一间咖啡店，经过时并不会特别发现，反而会被隔壁的汽车维修厂吸引。店外墙上的招牌并不吸睛，反而增添一种神秘感，让人想进来一探究竟。走进店里，传来阵阵的咖啡香味，原来今天是烘豆的日子。看看店里的储豆槽，存放着老板从国外进口不同产地品种的生咖啡豆。打开储豆槽，生咖啡豆一泻而下的声音，预告着今天一整天的快活。这一台从荷兰代理进口、有着黄绿色外观醒目的烘豆机，就摆放在门口。老板正操作着机器，等待暖机后，放入生咖啡豆，开始香味喷发的烘豆之旅。这个要一边看它吸热的状态，一边去控制你要给它多少火力。对，所以就是要一直看着。它要烘成什么样的菜？比如说什么重烘焙啊什么？通常精品都不会烘太深，对，它不能把它焦味给烤出来，就会产生那种苦味，跟那种烧焦的味道。烘豆子烘第一锅很常发生，就是第一锅它机器还没有完整的热啊，我们给的热量，它有一些是被机器给吸掉的。对，那吸掉这些热量就要再多刷一些让它补，然后才会跟我们正常在连续烘的时候要一样。我们在烘豆都会看这个是它的风温，这个是它的豆温。风温就是你火力给它，然后它抽出去的时候温度是多少，然后豆温就是这一根测棒，它测那个豆子的表面温度，然后去观察它发展的情况，然后再去控制。那我们这台机器它还可以控制所谓的风流，它可以把抽风的力道做一个数位化的控制，对，所以用这台机器还蛮方便烘的。有一些比较机械式的机器控风流是必须要用人工去控，就是你要看那个类比表，然后一边跑一边动去调它。现在火力100%了，这个是第3次加火。它第3次加火之后，就是一路的稍微降就结束了。这一锅大概会烘大概9分多，这么快？对，9分多就会烘好。对，越厉害的豆子越不用烘太久。对啊，我刚刚在店里，不时就会有一些客人或咖啡玩家们慕名而来，与肖仲明老板彼此分享讨论着。肖仲明老板因喜好维修研发，砸重金投资买了车床铣床的机器。不过这些钱并没有白花，在往后的日子里，老板研发出了当时世界第1台直落粉式的磨豆机神器，
而后也相继研发了拉花钢杯、滤杯、蒸汽喷嘴等咖啡配件。咖啡这个产业就还蛮特别的。我大概高一的时候，1991年吧，大概，对，就阿公陪着爸爸他们去意大利看矿嘛。那矿区旁边的那个咖啡机公司，那我阿公看了就觉得很喜欢，把那个古董拉霸机把它引进来台湾，想要做代理贩售。那当初意式咖啡这种 espresso 这种东西，在台湾是没什么人知道的，哦，除了一些有去国外的一些玩家，或者是特别喜欢 espresso 的一些使用者玩家他们才会去理解说 espresso 怎么煮。我们根本就不太懂咖啡都不认识，只知道说虹吸壶手冲那些滤布什么。对，那进来的话呢，也请不到什么恰当的人去做行销。那阿公他也有请人去销售，就是也是没有办法去推广。我们早期有去最早的那个世贸展，好像他早期不是叫咖啡展我也不晓得什么，好像是厨房设备展还是什么吧。那就在那边做展览。那开头也是都不懂，后来就是被问的客人给问倒，我们就只得要求助官方，我们就有人派去意大利去学，怎么维修机器然后怎么煮咖啡，对，那就去学了这些技能之后回来，我就负责修机器，然后家族里面的人我堂弟他们就负责行销贩售这样子。那我的角色就是多半是扮演着一个帮一些想要开咖啡店的百姓圆梦的。对，像比较早期我有帮很多人制作那个行动咖啡车，他就去买一台箱型车也好那种3吨半的 OE， 就把它放一个 OE 车厢，那里面做一些装潢布置，不锈钢桌面然后那个柜子什么的，咖啡机安装在上面，然后上面要有电，要有水，对，要有除冰槽，对，就是一个行动的店铺。那个在大概千禧年之前是相当的盛行，我当年就靠行动咖啡车就赚进了我的算第一桶金。对，我就买了很多，因为我的兴趣是开发，所以我就去买了车床、铣床，对，就全部都投进去了，还找叔叔来赞助，对，因为根本赚的都不够买那些设备，那个机械都还蛮贵的，那个就要快30万的设备。店里的吧台上放着萧仲明老板研发的第1代与第2代磨豆机神器。老板研发的磨豆机是直接落粉，换豆过程中也不需要再清洁，在当时可是让咖啡玩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为什么会开发这个磨豆机？这个还蛮有趣的我在帮客人优化改装他们的磨豆机的时候我发现一些国外的产品一些比较高阶的国外产品，他们的驱动刀盘的那个驱动元件都会有一个轴卡在那个地方。我在想说这个如果我来做的话，是不是有办法把那一根轴给取消掉？那当下我头壳里面就有一个想法了就是应该是可以做的。那我就当下就把我曾经想过的那一个结构，我就把它画出来，就是这一张，我有刻意留下来，因为我怕我忘记，画起来就夹在我的笔记本里面。那后来我就把它捡起来裱背起来。那画出来之后，我就用这个去跟专利代办去讨论，那我该申请哪里的发明专利？那后来讨论结果就是，
去申请了美国的，那我就用这个图，他画图去申请。这个是已经过了哦。他的做法就是取消掉这个驱动的轴，取消掉驱动的轴，然后没有这一个出粉的通道。通常我们磨肉机都会粉磨出来，然后在外面通道它有一个扫片这样子往外拨，绕一圈之后从一个出口这样流出来。那我的磨肉机结构呢是上面豆子磨就直接往下掉，就是直落的就是诉求一个直落。那直落的话，它驱动部就会需要一些比较复杂的结构。那我的主结构是利用皮带或是链条啦，去驱动那个外刀盘。我的刀盘转动是转外刀盘，传统的是转内刀盘，对，内外是分开的。我是驱动外刀盘，它就可以实现就是中间没有一个轴。对，那我申请这个美国专利大概1年半吧，蛮快的啦，就是它只有问一次就过了。对，审查官，美国的审查官问一次就过。我当下也是觉得蛮意外的。那我当下就觉得我必须要把它做到顶，因为做到顶，人家就会看着你的东西就比较强大，他就会萌生退役了。因为我的结构复杂，然后不容易仿制，然后我的材顶尖又高对他们也会打退堂鼓。对，我会想说，我就是做一个最好的，所以后来才取了这一个名字Artefatto 这个是意大利文，神器就是神明在用的东西，那意思就是要做出最顶比较顶尖的一个设备这样子。它其实是利用它能导电的特性。碳纤它不是两导体，它是微导而已。那微导体刚好我们磨粉它会产生静电嘛。那微导体就是要导不导的，它就可以有那种可以把静电后导掉，而且不会粘在上面的。我今天用的金属的漏斗的话，它粉会粘在上面，你煮完就一层粘在上面，那不行那就是有残粉。你必须要处理静电，又要能够不粘连，所以碳纤维就是成为我的一个唯一选择了。然后这个也有一个钢模，这个玻璃豆草有一个钢模。这就是你说取那个什么深坑对，深坑的琉璃师傅吹的，手工吹制的。那一代的磨肉机都是我亲自组装，2代也是。对，我就是手工组装。对，加工好我就把它组起来。对，然后这个就是原型机就加工比较粗糙一点。量产的都很漂亮。我在2代就把那个螺丝藏起来，就2代完全看不到螺丝。这个是比较有个性、比较有想法的工业设计师会要求的一个细节。他们会要求那种 detail， 就是不能看到接缝或者是接缝必须要是非常的平整这一种，那螺丝孔不可以看到。甚至于我的2代磨肉机，你们是找不到开关的，那个必须要特地去讲，你们才会知道说，它的电源开关是在哪。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独特之处。那它没有花俏的功能，只有贴心的功能。我的磨肉机就是可以实现倒多少进去就出来多少粉，然后你要即刻的调整研磨度粗细，你也不用做什么清洁。那转速可调也是神器磨肉机的一个重点。那不同的研磨速度，它会造成不同的切割，那切割出来粉的形状就会造成风味上的差异。你可以用一种豆子调出8种不同的风味跟触觉，也就只有我们这台磨肉机可以做得到。我当初一出来，让那些玩家客户一试，他们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特别，有一台磨肉机就可以磨出各种味道，而且只用一只豆子而已。
它当下是还蛮有话题性的。来看看肖仲敏老板使用他研发的钢杯来做咖啡拉花，使用小浓的牛奶倒入钢杯，接着放入奶泡机加热打发，将奶泡慢慢倒入浓缩咖啡里，一边倒着一边开始着拉花。钢杯这个东西就说来还蛮特别的这个是我的一个伙伴就同业。他突然间有一天拿着一堆钢杯来，他说他在展场上遇到一个人，跟他兜售这个钢杯，然后价格还可以，那你试试看好不好用，然后看能不能帮他卖。那这个当下我就拿来试了，因为我当时是在南部算少数有在教咖啡拉花的一个讲师，所以他们都会拿来给我试试看。那我试了之后就跟他说你就跟这个厂商讲，你要把嘴改成怎样，然后这边要捏一个倒角什么的，我都跟他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啦。然后他回去就改了出来之后，我一用，这个很好用，然后我就跟他说好，我要弄一个咖啡师专属的品牌，我要把这个成为我的商品，然后我就开始做这个钢杯。那个牌子叫 Barista Gear，Barista 就是意大利文的咖啡师，跟 Bartender 不一样 ，Bartender 是调酒师 ，Barista 是做咖啡的咖啡师，一样是站吧台。对，那 Gear 就是配件，就是周边配件。我们这个钢杯在大概6、7年前。台湾很兴盛那个咖啡拉花的竞赛，很多咖啡师都会去比赛拉花。那我们的钢杯的市占率有多高？就是初赛不讲，进决赛有10个选手，9个就是用我们的 Barista Gear 的钢杯，所以这很有名。然后从台湾再红到国外去。其实我本身就是一个在教拉花的。我知道奶泡它在流动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什么美感，就是它会需要多大的流量，它会角度会需要多大，会容易让奶泡流出来，甚至你要做一些摆荡啊、拉线啊、点滴什么的，它都可以就能够好控制，以好控制为主了。对，以好控制为主去设计这个钢杯，它就会好用。这个蒸汽喷头就是我开始有在接客制化设备的第一个产品，可以算是第一个产品。那它就是解决了使用者的一些不便，然后就一直演化，到现在已经是第3代。然后这个我也觉得这个蛮厉害的这个喷头让我知道说。我们在台湾在地有在玩意式咖啡机的人有多少？我已经卖超过3000颗的这个东西，所以很特别很多人在家自己玩那个意式咖啡像这个就是用来拉花的，就是让你打奶泡用的。那这个喷头设计的好它可以很轻易的做出很棒的奶泡，那你在拉花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好使，对，可以做出很细腻的图案。对，所以这个很快就红了，我都没有刻意做什么行销，那他们玩家就会口耳相传，他就开始很多人在买这个东西。通常意式咖啡机玩家会觉得不好用的原因是，你蒸汽的喷头它没有做限制，它特别的强。那特别的强的时候，他们牛奶拿来发泡的时候它就会浮出来小囧这样子。它就可能会转得太快溢出来，或者是它打奶泡的时间太短了，它没有办法把品质控制得非常的好。或许它打5缸，只有2缸是可以用的。那我的这个，我把它做限流，然后它蒸汽喷出来的角度，我有去抓了一下，让它容易控制，不会溢出来。
那把它打奶泡的时间拉长，它就可以很容易5缸4缸成功。那练习一下，它可以每一缸都打成。那这样子对家用的玩家就会很棒了。肖仲明老板都会不定时参加咖啡杯测赛与烘豆赛，来不断的精进提升自己的专业。店里也会举办咖啡杯测会，让喜爱咖啡的玩家或店家一同交流分享。老板正在准备盲杯测试，将贸易商送来的豆子一一剪开，倒入杯子中，将不同品种产地的咖啡豆一杯杯的进行磨豆，接着倒入热开水冲泡，不断飘散而来的咖啡香味充斥着整个空间。冲入热水后，在等待的过程中，老板会先闻一闻在湿润程度下所表现出来的香味，将咖啡上的残渣捞起。它咬的时候要咬上面，不可以挖下去，挖下去都是渣，对，它就会整个浊掉，所以要注意这个。杯测用力吸哦，它是为了要让咖啡液化、气化了。气化之后，它那个香氛粒子会带进去那个气体里面，它呼出来的时候可以让你的味蕾闻得到这个香气。就这样，就是混合空气把咖啡液吸进去，然后让它在你的口腔这样 spray 这样散开来。这样很难的动作。你可以直接喝，跟混合空气吸进去，它闻到味道的强度是不一样。你从口腔吸进去，然后呼气的时候从鼻腔呼出来，闻到味道的浓淡是不同的。所以雾化的越好，它会闻到越多味道。所以很多人说你们杯测师怎么会能够喝到那么多味道，我都喝不到。它有可能就是方法不太一样，对，才会造成这样子。对啊，你们可以汤匙拿起来舀就可以喝了。他记得不要拉了去，拉了去它就过了。就这样一路喝下去，然后找出你要的咖啡。店里的菜单也是这间店的特色 ，Stand Only 站着喝是肖仲明老板他在米兰时体验的当地文化。人们去咖啡馆的重点在于口渴要喝水及使用化妆室，而不是那杯浓缩咖啡。我这个菜单是具教育意义的菜单，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咖啡师训练单位哦，所以我就必须要设计一个比较特别的菜单。那这个菜单就是反映出意大利当地的咖啡文化。那意大利人其实他们并不是很爱喝咖啡，他们是习惯喝咖啡。那为什么他们要习惯喝咖啡？因为他们会有生理需求，需要上厕所，会口渴。那当地的水很贵哦，你如果去单独买水，水的钱比咖啡贵，但是你喝咖啡就可以有免费的水可以喝，有免费的厕所可以上。在国外上厕所是要钱的。对，在意大利是要钱的，然后他们的公共设施里面不包含厕所，所以这个就是在他们生活习惯的需求底下，他们站着喝咖啡的原因，就是之一就是说，为什么要站着喝？因为站着喝比较快，他可以快速的喝完，去做完他要做的事情。他们未必是真的要来喝咖啡的，他们很大多数是因为口渴，是因为想要上厕所。才会去的。那为什么他们不选择坐下来喝比较舒服？因为坐下来喝，他们有规定是要收台面清洁费的。对，所以你如果没有点吃的，
你只点咖啡，咖啡是不包含台面清洁费，所以那一杯咖啡就会非常的贵了。对，他们不是傻子，他们一定站着喝。然后去意大利，你会看到没有菜单，咖啡馆没有一间咖啡馆的菜单，有菜单的都是一些特殊的选项，例如一些店的signature，就是他们的特调，它才会写在上面，不然是没有的。而且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跟吧台师点，你只要靠近站吧，它就会自动帮你煮 espresso 给你。espresso 在他们当地就是咖啡了，就是叫咖啡。对，咖啡就是他们的咖啡，所以你去你也不用刻意的去讲，反正你一讲了，他要知道你是观光客。